来是交通部整理过去一年伫高速公路顶发生的重大的车祸，总共有28000外件。上个出车祸的路段，第一名是这个国道1号路南丰原到大雅的路段，那第3名就是这个国道3号就北土城到中和这个路段。会出车祸上主要的原因就是无保持着安全的距离。 大拖车驶伫咧高速公路，无达档啊，弄到头前真侪台车。3台车伫咧磅空头前相撞，交通部整理过去几年拢总发生28860件的事故。上只发生车祸路段是国道1号路南丰原到大雅路段，拢总发生649件事故。第2名是国道1号上北南口到高工局643件。 第3名，国道3号上北土城到中和路段，嘛有578件，这拢是车辆上侪的路段。是安怎会发生车祸？根据去年的统计数字，含头前车驶收瓦是事故的第1名，拢总13278件。 过来是无仔细看头前车的状况，有6013件；所落来是换车道或者是方向唔对的问题，嘛有3772件。来看数字，驾驶赔车嘛是事故的主要原因。执法的部分，我们大概有协助公警局在一些比较违规比较多的一个交流道出口路段那目前已经有设置了19处的一个高解析度摄影机。 到监视器罚金，拢是希望民众驶车伫咧路的，拢应当斟酌注意，莫因为驶车驶伤紧发生意外。